讓我哋一樣嘅，因為投出嚟嘅人都係選唔到。就咁喺所有嘅資料，所有嘅資料將會香港市民分享香港發展。投票係好簡單嘅，就咁喺而家附近地鐵站附近，我喺呢度呼籲大家今日泛民特首嘅初選，泛民需要一位特首候選人，香港市民亦都需要一位泛民嘅特首候選人。因好簡單，只有泛民嘅候選人，先至會全面地批評大家爭取嘅有泛民嘅候選人，先至會反於讓我哋香港市民分享香港發展。投票係好簡單嘅，就咁喺而家附近好多站好嘅好嘅票站，投票係好簡單嘅，就咁喺而家附近好火車站附近好嘅票站，你出示身份證，我哋喺度保證所